早早，欢迎收看今日12月初1，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今开始，咱来关心民进党的立委高嘉瑜传出予伊姓林的查甫朋友拍，对伊起骹动手。昨昏高嘉瑜找律师作判，对这个姓林的查甫人提出伤害告诉。警方伫昨昏嘛有去这个姓林的查甫人因兜，甲伊带转去警察局讯问，今日会完成笔录以上检方。根据了解，高嘉瑜今日早起10点半左右，可能会亲身对外说明。那为什么要跟议员动粗啊？没有。为什么要打女人？没有。是不是还有拍不雅影片？为什么要打女人？小心。4连8都打。没有。在透早4点，姓林的查甫人被带回ban局分局，面对媒体提问，拢无承认。民进党立委高嘉瑜低调证实，予查甫朋友暴力对待，30起中正1分局报案，提出伤害甲妨害秘密等告诉，各转由ban局分局处理。检警伫暗时定性了后，认定伊罪嫌重大，有搜索必要。半暝点外，伫ban局一间饭店将伊拘提到案，因为停止夜间讯问，按算今日完成笔录，移送新北地检署。后续侦办，这代志传出是2人11去带ban局一间饭店，姓林的查甫人发现高嘉瑜甲前查甫朋友传信息联络，所以就甲伊拍，甚至限制行动自由。高嘉瑜已经伫台大验伤，台北市社会局30也接到病院通报。我们在第一时间已经派社工员介入关心跟了解，那因为涉及个案的隐私，我们就不便再多透露。高嘉瑜无出面说明，只透过面册感谢大家关心，表示相关资料也伫会诊当中，了后会统一向外界说明，会勇敢面对，也希望唔通有下届受害者。总统蔡文也请总统府副秘书长李俊毅打电话表达关心，严厉谴责暴力行为，告支持采取必要的法律行动。行政长苏贞昌也高度谴责暴力，谴责任何暴力。男人打女人更是猪狗不如。不止政党高层社官，亦欢迎跨党派女体会也增加社官力度。所有的暴力发生都是不对的，不论他是立法委员，或者是只是一般的女性。不管是怎样，我还是鼓励他要勇敢哈，还是最终还是要爱自己多一点。但是表判了后，姓林的查甫人强调，多家庭变故无必针对无经济的报道回应，也强调家己唔是公众人物，恳请尊重佮维护小百姓隐私。发表3点声明了后，马上改面册，针对外传姓林的查甫人讲伊是做国安工作，批评国安专案，总统府澄清并不是事实。记者综合报道。立委高嘉瑜去互男朋友拍，这款亲密之间的暴力伫生活中是真实听到。根据卫福部的调查，咱台湾18岁至74岁，无论是翁某正判，5个人内底就有1个捌拄过。亲密之间的暴力，专家嘛提醒讲，若是拄着，一定爱讨救兵，脱离暴力的环境。立委高嘉瑜的服务处大门锁开无开放。根据平面媒体报道，伊疑似予查甫朋友暴力对待，甚至被控制行动。不过，同款有名人遭遇暴力事件不止这一件。他的前妻也是这样被他家暴，我想对他前任被他打过的人，这都是非常大的痛。经台北市机关动用案，2017年予迄时的太太李秀环指控家暴，伫10月底。捌做过大爆花卉公司副董事长的吕盈盈，也捌伫2005年传出被家暴的事件。根据卫福部调查，18到74岁有亲密伴侣的妇女，平均每5人都有1人捌遭遇另外一半攻击。发生这件事情，错绝对不在他，错是在这个行为人。性私密影像呢，他有被窃录下来的话，这个是加重强制性交罪的这个要件之一。我们是不是需要有一个专法，就是让这个被害人呢，他的影片还没有散播出去之前，是可以及时的来把他打住。调查显示，各种暴力形态当中，以精神暴力的形成率12.76上悬，第2是肢体暴力加经济暴力这个形态。律师提醒受害者唔通忍耐，还有学者分析，亲密关系暴力甲性别无关系，主要是人格甲品格成熟度。不过交往初期真歹发现，情绪不稳定，妒忌心很强，自我中心非常明显，没有同理心，甚至会威胁。这些症状他不会在谈恋爱初就展现出来。谈恋爱的时候不能急，你一定要慢慢来。专家提醒，若是拄到违纪、肢体暴力，甚至是跟踪施虐才进行爱记，适时对外求助，才能互家己真正远离伤害。记者综合报道。
上新的消息来关心，早起7点17分，台东发生规模4.6个地震，地震的深度敢若17.8公里，上大震度是伫台东有4级。接来，咱来关心天气。今日咱受冷气团的影响，各地天气会较寒。今日透早上低温是出现伫新北市的5股，敢若是12度2。咱做伙来看温度。今日水气较少，只有东半部大台北有18毫。今日规天拢寒寒冷冷啊。北台湾高温是16度以下，各地早暗温差拢真大。今日透早上低温是出现伫新北市的5股是12度2。明仔冷气团的减弱，日时温度就回升。也毋过透早受辐射冷却效应影响，低温甲今日差不多。乡亲若是起床一定爱穿好少。另外，因为东北风较强，高雄以北沿海地区也有外岛拢爱细日强风大影。来关心真侪物件，即马拢在起价，亲像家人的老饼店，就宣布讲对12月份这个月开始要调整价销。为着要稳定物价，行政院是宣布讲对12月份到明年的3月份，会暂时调降几若件大宗物资，还有原物料的货物税，配合政府降税。中油嘛宣布讲，对今仔日开始，汽油、柴油每公升会降1.1块。家人的百年老店联丁饼店门口打广告，讲为12月份开始，部分的产品会起价。头家讲10多年来拢无起价，不过有部分的产品成本实在是无法度负担，才会来起价。亲像是招牌商品，去年丸仔一盒起5块，有的产品虽然无起价，不过是决定促销拍折。原刚还提出供应商哪对话来证明，原料的成本有影是起真凶。油品我记得以前大概3000块左右啊，现在都已经5000多块了，而且纸类我记得这半年来啊，应该涨了2-3成，跑不掉。人力成本也是都一直在提升啊，所以我们各方面算起来真的是跟10几年前真的是差蛮多的。家人另外一间真有名卖糕饼的李国饼店嘛发出起价公告，嘛是因为原料成本大起，会伫12月初8开始起价。因若起价产品，甲要起偌济是还未公告。大部分的消费者是拢理解店头起价的原因，不过也是希望卖起上好。工资也上涨，当然他们会上涨啊，或者是怎么办？可是应该在合理范围之内就好了。事实上薪水没涨比较恐怖了。该涨的是该涨了，只是我觉得还是坚持一下原本的价格会比较好吧，否则薪水没有涨啊，对啊，大家会觉得很困扰，会觉得民不聊生这样。若卖糕饼的各种产业拢有风声要起价，民众希望政府斗3工。经济部处长陈文生表示，水电、油气等等能源的价销对物价影响真大。所以头一步，电池甲天然气暂时袂起价，还有做浮动油价的调整。另外，12月到明年3月，汽柴油货物税1公升是调降1块来稳定物价。那我们知道说，能源的价格是影响物价一个重要的元素。那我们是提早的在能源价格的波动上做了一些管控。行政院为了稳定物价，这个大批调降物资税率，还佫包括水泥货物税减半，麦仔关税免税，牛肉关税减1半。实施的期间是4个月，为今年12月初1到明年3月31结束。按算税收的损失，差不多是63亿5700万，希望会当对稳定国内物价有所帮助。记者综合报道。今年3月份的时，苏花公路发生游览车弄山壁意外，造成6个人死亡，39个人受伤。有一寡旅客妨害出去车外，因为目前无规定讲坐大客车、坐巴士一定爱下安全带，等同时嘛引起讨论。昨昏立法院修法3读通过新的规定，4岁以上坐大客车拢爱下安全带，若无会向上悬罚6000块。今年3月10日，苏花公路发生游览车弄山壁意外，造成6人死亡，39人受伤，部分乘客弹出车外。因为目前坐大客车只有驾驶并列的前排位、前后车门、安全门后第一排位、加最后一排位，爱强制绑安全带。立法院3读通过《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1条，规定4岁以上的乘客拢爱绑安全带，若无上悬应罚6000块。希望通过这次修正的版本31条的部分规定，加重驾驶及乘客未系安全带之处罚，可以增加乘车安全之保障。4岁以上坐大客车无绑安全带，驾驶会罚3000到6000。若驾驶已经有告知乘客依然无绑安全带，就处罚乘客。营业大客车驾驶确实无绑安全带，会加重处罚，为1500提悬到2000。监管基金会也认为4岁以下幼婴也爱立法来保护。
的年幼的孩子搭附大客车的时候，它的风险还是存在的。幼儿园校外教学的时候，他必须使用到我们的大客车。可是大客车，我们也不可能说啊，那我的小班、中班就是都不出门了。那这个状况底下，会不会是我们0到4岁的孩子根本就是在使用的时候风险更高？我觉得这是一并要思考。针对大货车、大客车过弯的时阵会产生内轮差，常常拄到视线死角，造成死亡事故。3读通过了后，照规定爱装行车记录器、行车视野辅助系统，新加入防止加入装置，3项拢爱装，若无相关刑罚2万4。若防止加入装置无法度正常运作，相关会罚100,000。记者综合报道。该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查报重点，咱是来看自由时报。立法院昨昏3读通过税关稽征法部分条文修正案，甲偷走税目前上悬罚6万，提悬到上悬会罚1000万。嘛新定出个人偷走税1000万以上，营业税偷走税5000万以上的，拢会加重处罚，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可上悬1亿的罚金。来关心联合报，为着要防止中国来咱台湾污糟咱的高科技的人才。中委会昨昏通过两项条例几若条修正草案，加西过第3地来咱台湾投资煞来污人才，也是透过人头来咱台湾污人才，拢会加入规范，违法会罚罚新台币12万以上2500万以下罚款。来关心中国时报，有一个查甫人名叫做王孝良，从指控2000年时，甲卖毒集团的成员一个姓刘的查甫人去冤家，伊全伫柬埔寨杀害这个姓刘的查甫人，嘛杀害房间内另外一个女性。2012年，这个姓王的凶手互掠倒来咱台湾接受审判，一审判到一审开始审判到高等法院经3审，伊是3届互判无期徒刑，也毋过嘛有2届互判无罪。经4审的时，昨昏宣判是判无罪的，受刑事诉审法抵任，即马专案确定。来关心疫情，昨昏咱国内无本土病例，嘛无死亡的个案，也毋过有5个大病入境的案例。另外，预防社自杀了后出现不良反应的受害救济，即马审议38案了后，尾也阁有3案是通过赔偿，赔偿金额计共是65000块。另外，国内还阁有23个少年囡仔自 BNT 预防社自杀了后，有出现心肌炎的副作用。国内本土新冠疫情各加零，也无新增加死亡个案。指挥中心宣布新增加5例境外移入个案，其中3人分别做过 BNT 科兴加胶性疫苗，结果也是突破性感染。民众一旦注疫苗了后出现严重不良反应，也是死亡，拢会当申请预防注射有害救济。根据卫福部预防注射受害救济审议，11月18日审议记录，拢总审议38案。其中2例甲 AZ 有关，1件无法度确定，核定救济总金额是65000块。5个死亡个案因为同一病例改判，每一案各予因丧钟补助30万，拢总补助150万。获得救济的这个都是接种都是 AZ， 那1人是有关肢端的肿胀，那是获判与疫苗相关哈，那就是救济金是1万元。另外1人是他有急性过敏的一个症状。另外，国内12至17岁青少年一定12月中开始做第2剂 BNT 疫苗，外界关心发生心肌炎还是心包膜炎的机会。大部分的个案其实他从离接种的疫苗到症状开始出现的时间呢，多数都是在2个礼拜内之间呢，就会有不舒服的症状产生。指挥中心表示，国内做第1剂 BNT 疫苗发生心肌炎还是心包膜炎这个个案，伫流行病学甲临床的特点，拢甲国际报告真共，大部分是轻症，家己会好。专家讨论决议也是会使做的原因，除了防疫考虑以外，为国外数据资料来看，延长注射的时间会当降低心肌炎的风险，所以将注射的时间延长到12礼拜。记者综合报道。南非新的变种病毒 Omicron 真高传，加上年节也特别高贵，真侪人会倒来咱台湾过年团圆。这位官电视中伫昨昏就表示讲，咱爱有心理准备，无排除12月份，咱台湾嘛会出现 Omicron 病例。新型变种病毒 Omicron 伫几个国家虽然所标出相关确诊的病例，虽然指挥中心搁增加4个国家，加做重点高风险的国家，不过因为刷落来有圣诞节、下年、新家等等。
辖区的活动增加，恐惊会加速病毒胃痛的情形。各界烦恼国内12月份，敢有可能会检测到 Omicron？ 针对这点，指挥官陈时中讲，确实有这个可能性。我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在入境哈，但是我想等于是希望都能够在边境把它挡住。往前推1个月，我们从南非进来比较多，到190吧哈，那总共从我们的6国里面进来大概是200多，所以在检疫的量能我们是足够的。那我相信这个月从南非那一带来的可能会相对的少哈，这最主要还是因为在阿姆斯特丹的机场也关了嘛。另外，指挥中心讲，上紧在明年1月初1开始做第3档，会优先提供予高风险的对象，做2档满6个月的人会当来做。有专家建议讲，第3档应该爱以 mRNA 疫苗为主。也但是董事认为讲，爱看国内外的报告，因为只要2档做无共牌子，不良的反应就会较侪。另外，咱国内的目标都是希望18岁以上做过2档的民众，拢建议因爱做第3档。就是只要混打 mRNA 都可以。好，那如果是 mRNA 之间的混打，我们还是不赞成。好，所以你是打莫德纳你就打莫德纳，你打 AZ 就打 AZ。大部分的看起来就是混打的抗体跟那个打同一个疫苗的抗体是差不多的。如果先打腺病毒疫苗的话，那我们就是后面再打 RNA 疫苗，会使得它自免性不足的缺点得到一个补偿，它就是回到一个好像会类似纯打RNA 疫苗的那个抗体高度。也若将2档做高端的民众，李炳英表示会保留因选择的权利。目前已经有咧做第1档做高端、第2档做其他牌子的试验，过无偌久就会当看到相关的数据。也若这个结果按算伫第3档开始做进前就会出来。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2亿6千万例，死亡人数超过522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5例，目前咱台湾计共16601例。中国病例有98000多例，日本超过172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4900万例，印度是超过3400万例，伫巴西超过2200万例。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1000万例，法国已经超过773万例。日本甲法国昨昏拢出现新的变种病毒 Omicron 的头一例，目前这个变种病毒已经传到全世界20个国家。根据荷兰上新的研究，南非伫还未提出警示之前，其实 Omicron 已经伫欧洲传1礼拜啊。巴黎这间药局无用的体检，法国伫海外属地2年外发现第一件Omicron病例，佮通报国内过去24小时新增加确诊4.7万例，是非4月7日以来大日相关，显示疫情的滚价。新变种Omicron入侵欧洲的时间可能比大家想的佮较早。荷兰上新研究发现，伫南非试验进前已经伫欧洲出现差不多1礼拜。The Netherlands tested people coming in with 2 flights on Friday, 26th. And upon testing, we found that 14 passengers were infected. We found 2 additional cases of Omicron variant, which have been sampled on the 19th and the 23rd of November. Omicron 会造成什么款的影响？目前依然唔知影，伊的传播力是不是造成重症，甲疫苗是不是用抵抗？南非专家初步判定，这病毒传染力可能超过 Delta。美国工会专家保持认为，伊是不是用加州主宰，也真歹讲。In fact, some of those admissions might have started before we think the emergence of Omicron, and we also seen that. There was an increase in influenza cases in South Africa just in the last month or so.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know whether or not this particular variant is going to result in severe disease. When you look at the molecular configuration of those particular variants, it suggests strongly that there's increased transmission compared with the original pandemic virus. But it is difficult to infer w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is transmissibility is and Delta. 日本第30日通报Omicron第1例，显示这份起去世界各地甲经济全球化时代，想要控制病毒无简单，也互国际社会伫恢复正常期待甲可能面对伤害情形烦恼之间，心情起起落落。公司新闻黄文宁报道。
变种病毒Omicron当在传，有一寡国家已经封锁边境。目前伫香港有验出3例，日本嘛验出头1例，澳洲嘛出现疑似病例有6例。美国总统拜登是强调讲，是爱说Omicron病毒无毋对，毋过嘛毋免伤过惊吓，而且对外挂保证，讲美国今年的寒天未封锁边境。美国总统拜登29日北京的记者会上强调 ，Omicron 变异株早晚会进入美国本土，建议民众为即麦开始伫室内爱挂喙安，过嘛保证今年冬天美国未搁封锁。Are lockdowns off the table? Yes, for now. Dr. Yes. Park, why is that? Well, because we're able to, if people are vaccinated and wear their masks, there's no need for lockdown. 美国29开始已经禁止8个非洲南部国家入境 ，CDC 也指示，年满18岁，伫今年6月初进前注完第2剂疫苗的美国民众，即马开始就会当注第3剂疫苗。澳洲原定开放边界已经延后2礼拜啊，政府是讲延期是因为无要互民众过登去封城的地步。Because what we are keen to do is that we remain safely open, and we do not want to take a decision about the next step until.With further information, we know that we're not going back to lockdowns. None of us want that. 香港出现3件 Omicron 确诊，3日开始禁止4个非洲南部国家的民众入境，为12月初2开始扩大真济国的入境限制甲隔离。另是一个为纳米比亚的30外岁民众，28到成田机场，30宣布感染到 Omicron 病毒株，这是日本的头1例。另外2个为南非准备去澳洲的民众，伫新加坡的樟宜机场转机时阵，互人检验到 Omicron 确诊。澳洲真济国已经互 Omicron 攻入去。葡萄牙里斯本的8轮人脚球队顶礼拜去南非参加比赛，即马传出13队员确诊，已经有44个人隔离。为着面对真高为人的变种病毒，7大工业国卫生部长召开紧急会议，答应要甲世卫密切合作，并分享 Omicron 的上新资讯。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阿富汗目前是塔利班的掌权，毋但出现经济危机，嘛愈来愈侪人有老无厝，食袂饱，穿袂少。官人告慰，即马爱心团体已经出动伫阿富汗分物资。伫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人道援助团体最近在甲时间比赛。印度组织管理发物资，因为冬天就会到位。阿富汗虽然是亚热带国家，暗过伫热潮，加上山真济，冬天热天气温变化大，部分地区真寒，若是无做好准备，后果不堪设想。So now this is what the family receives. These are we call it the jerry cans for the potable water. Those are the two kinds of soap. And this is plastic sheets. Mostly people put on the roof or any areas to cover the wind. 因提早也阁有灶下用物件，摊下顶顶，虽然物资真简单，不过对大部分的人来讲，是应解决目前问题。خانه لوجد به خاطر چوب از من اینجا که نه فرش است. دل بشکش هم میاری دیگه این کارو میکنه. خانه میپرتی و سات لاسه میاری. 只是问题不只是安尼。You have nearly 10 million who are just one step away from starvation. Children are at risk of dying, and more needs to be done soon. Winter is around the corner, and winter in Afghanistan can kill. 联合国估算，差不多有2400万阿富汗人需要人道援助，这数字比塔利班多上台时阵加出600万人。因指出，敢若靠人道团体救援无够，呼吁国际社会提供资金，协助阿富汗经济稳定，才袂发生人道灾难。公司新闻齐焕玲报道。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俄罗斯伫乌克兰边境加派军力。美国、英国、德国即马拢对俄罗斯提出警告，若是侵犯乌克兰会付出代价。来关心美国的密西根州一间中学传出校园枪击案，一个15岁的查甫学生走入去校园内底开枪，造成3个学生死亡，8个人重伤。来关心荷兰通过2项友台提案，展现对咱台湾的支持，嘛希望带动欧洲其他国家同齐关心台海的安全。来关心国南国造头一只原型艦已經安良骨，要拼2024年會當落水。根據外國媒體報道，講咱台灣已經對7個國家摕到技術零件甲人才，因暗中咧幫助咱台灣做長水艦。國防部無必評論，敢若講專案攏有照起工、照步來，即馬正在進行。
尖水南国造是总统蔡英文大力推动的国防自主政策之一。台军目标伫2025年到8只尖水南当中的第一只，头一只原型男十日进行安放龙骨仪式。专案持续向2024年落水测试来进行。路透社最新的报道是讲，美国、英国等7个国家提供技术连携甲人力协助，暗中帮助台湾打造尖水南。大概全世界主要的潜舰制造国都列上去了，所以这个我想也是理所当然的。那我们既然要自制潜舰基本上来讲，当然需要靠国外的技术的协助。那当然，我觉得背后事实上也会是透过美国啦，美国协调，然后同意之后，我相信这些国家才会提供协助。潜舰自制基本上大概只能做不能说。路透社报道提起到台湾聘请澳洲、韩国、印度、西班牙、加拿大等5个国家的工程师、技术人员，甲海军退役军官提供海军台船专业建议。消息人士搁甲路透社讲，台湾尖水南国造计划，各国愿意斗相共，唔惊中国的威胁。这是因为有美国伫做靠线。那不论是5个、6个、7个、8个国家，我想就这个部分来讲，我们都非常的感谢他。那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询问国防部的状况，目前的进度也都非常顺利。因为有一些是需要资源嘛，不是我们可以完全我们可以自己制造嘛，本来就是需要其他国家来支援嘛。对这代志，海军是讲尖水南进度按照计划伫进行。立委是讲中国莫阁恶意打压，未来尖水南完工了后，要部署伫东部深海，暂时保护台湾港口，反制强军的攻击。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消息来关心2021年开放国会论坛，明仔载要伫台北起过。国际民主协会会长抑个亚太区的主任，昨暗拢到咱台湾啊。今年的开放国会论坛有5个国家、12个国会机关来到咱台湾，要参加实体论坛。外交部是表示，因为疫情的关系，嘛配合咱国内的防疫规定，这摆的论坛有实体，嘛有线顶，采用混合方式来举办。根据了解，总统蔡英文、副总统赖清德、立法院长游锡堃拢会去讲话去致辞，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嘛发表祝福。来关心2年1届的总统文化奖颁奖典礼昨昏举行，由总统蔡英文亲身颁奖，导演李安有得奖。李安是讲，台湾是伊的根，会当做文化一份子，伊感觉真骄傲。2年1遍的总统文化奖颁奖典礼伫圆山大饭店隆重举行。今年主题是闪耀世界自由之光。文化金文奖得主是导演李安，为总统蔡英文的手头接过奖座椅，感觉这个时阵真光荣。它是我根深蒂固，它是我的根底，所以我已成为这个文化的一部分，的一份子，感觉非常的骄傲。我也心里有一种踏实感。今年的金马奖结束，李安也卸任金马奖执委会主席。中华饮食男女拍片基地领奖，对伊来讲意义非凡。外界烦恼金马奖的未来敢会受到疫情加国际这个因素影响，李安也是充满期待。金马奖都是一样，欢迎大家来，只要是华语片我们都欢迎。那我们秉持同样的原则嘛，希望参加的人越多越好。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一个年度电影人的大聚会。今年得奖的除了李安，也有人道奉献奖的得主陈英基医师，也加青年创意奖的得主陈碧君，拢亲身参加领奖。这个不是给我个人的，应该是给台湾的安宁团队的常年推动善生善终的理念的一种肯定。谢谢总统文化奖的鼓励，让我的父亲认同了我，让我不放弃霹雳舞，让我知道我一直以来坚持的信念是对的。在地希望奖得主台湾千里报道协会、加社会改革奖得主陈文成特殊纪念基金会，分别由副执行长施明谦加陈文成的小妹陈宝月女士代表领奖。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昨昏，咱国内发生2宗工程意外，一个是伫台中，这是自来水公司咧做管线工程施工的时，有工人去雨水道水管输入去，送病院救无回来。另外伫高雄的东南水泥，当咧做厂区拆除的作业，喷雾塔向倒落来，去缀着脚踏车的司机，送病院嘛是不幸过身。工人伫自来水生铁管顶悬开窗切挂卡除工壁，不过一秒煞直接落锁入水管内。工程团队虽然马上把人救出来送医，不过也是救不回来。切割的同时呢，我们要注意到说，这管里面是不是还有一些雨水，要用抽水机来抽。那征信员工在敲打这个切割管壁的时候，
那可能是管内无水，里面产生真空。那造成压力差，那人就被吸到管里面去。这件意外发生在30早起11点半左右，自来水公司伫中山路进行被原送水的解决工程。中区指挥中心是讲，应该是停水了后无先做管内的压力释放，致使到50岁姓张的工人讲破了后好输入去，目前下令停工等待调查。我应该就是先钻个孔，让这真空破除。结果他没有，他挖一个洞还蛮大的，刚好人可以吸进去，所以他应该辨识这个危害。如果他有绑一些类似的救命索、安全带，把它固系在外面，那也吸不进去。高雄原来传出工人意外，东南水泥南马溪旧厂30早起11点左右进行水泥台拆除工程，好亲像因为顶动着边仔的喷雾塔刷倒去，带着42岁姓翁的怪手司机。带下救护车，带下救护车。经过1点外钟的搜救，姓翁的怪手司机从救出来送到高雄营总，急救无效宣告死亡。高雄市政府已经下令停工，东南水泥甲承包的营造公司表示会负起责任。它倒下来，这个是他们原本厂区的5号的喷雾塔。那我们今天并不是拆这个，我们是要去旁边拆另外一个已经快拆完的那个建筑物。那是怪手司机经过的时候，那该的那个喷雾塔就突然倒下来，要求勒令停工，并依照劳检法要处以相当的责任哈。那么同时要报请这个相关的这个机关来查验。副市长林金莹是讲，现场不是高难度施工作业，是不是有落实标准流程，一定会查明事故的原因。厂商嘛爱改善了后，才会当复工。记者综合报道。那台铁昨昏是发生2件恐吓事件，嘉义的南靖车头有一个查甫人伫车厢内讲伊要杀人，互警方压制。另外，台铁的网站顶头嘛有民众去写字去闹话，讲伊要炸弹，坐机讲好对屏东来台北攻击总统府，目前警方正在追查。区间车停伫月台，警方将一个查甫人带落车，因为伊拄啊伫车内大喊要杀人，台铁赶紧疏散车厢内底的旅客。就陆陆续续有旅客从那个车架上面下来，就很奇怪，有人往后走。没有持人的凶器，那现场嫌犯也没有受伤，旅客也没有受伤，但是有造成客人惊恐。被抓现时的嫌犯表示，因为心情无好，30早起10点外伫嘉义水上站上车，准备要去高雄。到南靖站的时阵，有乘客通报嫌犯伫车内底讲要杀人，其他旅客真惊吓。虽然警方抓人了后无发现有刀啊，不过100外的旅客行程也是受影响。同一天，台铁官方网站也接到炸弹恐吓，有人闹话要炸弹、赖大甲 BB 弹。上百攻击总统府，搁直接点名要伫屏东站坐10点外去恭贺。路局的那个网路有提到说要带一些打火机啦，还有 BB 弹搭乘莒光号到北部进行了一个攻击事件。屏东站铁路警察注意监控画面，过路科技进步。其实接到通报已经11点外，车早就出发，不过所有人唔敢代志，加强巡逻。沿线车站甲台北车站部署真着以防万一。目前各站我们有在关注是没有发生相关的那个情资的状况。高铁甲台铁20道只受到炸弹恐吓，想不到过5天台铁佫发生恐吓事件。亲像安尼表示要伫个大众运输顶悬杀人，或者是炸危险的物件，已经牵涉恐吓公共罪，因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也提醒大家唔通违法。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家己故事家己话，为着要纪念1621年大航海时代开台400周年，训练在地的学生囡仔画48图。这作品即马拢挂伫北港糖厂的饼顶，用来互画在地故事画出来，互人知影。我们要先把它部分的颜料把它。在地画家当咧指导学生囡仔画图，利用各种色料来创作，总共爱画48，一百有5公尺长，被挂伫北港糖厂的墙围啊。我觉得画这个很有趣，就可以让自己画画技术更好。或是可以借由画画认识到严思琪，提升自己的画画技术。学习就是一些调色，然后还有老师的指导，懂得要把色调在哪里，还有画在哪里。云林县政府为着要纪念互人叫做开台王的颜书节，伫1621年达到本港好客，鼓励着汉人伫水拿本港地区开垦。满400年，县政府特别邀请到北港、水拿20间国中小的学生甲艺术家画48图，故事内容除了有颜书节来台湾，也有近代的北港妈祖，甚至是闹热滚滚的北港街啊。
那因为有艺术家从旁的指导哈，学生获益良多啦。因为它的内容就含有实在的一个部分哦，聊聊地方事，聊聊地方的历史，让学生除了彩绘以外，对于地方的人文历史也能够有所了解。目前这48道拢已经挂伫北港糖厂外口，那种去到云林地界行大民众，也会当去参观这阵囡仔用心创作的图片，也会当看到云林在地故事。记者综合报道。嘛是咧云林，这是云林未了的杨厝关怀据点，今年是招社区的时代学跳舞、学龙鼓，互因身体健康，会当互相交流。另外嘛顺利伫庙会表演电成果。音乐走落去，连面弄摇鼓，连面人特侪彩带。云林未了的杨厝关怀据点，招一寡社区的老大人做回来学跳舞、活动筋骨。新歌表演佮结合庙会，互一寡阿公阿嬷做回来劳力一个。老岁仔健康嘛真好，做这个腰鼓的表演嘛是大家真好，真劳力咱。腰鼓比较轻，然后对他们的反应能力啦、手脚利落会比较利落一点。刚开始会觉得说，我怎么可能完成？但是后来他们觉得很热情奔放，而且跳得很棒。杨厝关怀据点有开办侪课程，亲像手工艺、毛笔课等等。因若即摆甲摇鼓是今年才开的课程，其中佮拄当疫情暂停练习，因嘛真欢喜，有法度来表演练成果。非常的欢喜，会使少年咧十岁。当大家是认真哦，希望未来会当讲，这做咱社会更较侪气氛更较好安尼。杨厝社区透过这寡课程，唔但促进老大人身体健康、骹手流力、放慢退化速度，嘛鼓励因出门来甲厝边头尾交流，同齐为表演当中得到成就感。记者综合报道。新竹有一阵少年家为着要提醒大家爱重视海洋污染的问题，是成立一支海洋巡守队。6冬来拢固定咧摒海捕的粪扫，佮甲海囝在桥内的浮球改做乐器。从海边桥内浮球改造成沙铃参鼓，演奏出好听的乐曲。这阵来自新竹县市的囡仔，拢是海洋巡守队的队员。大概透过收集来海洋粪扫，创作出特别的乐器。觉得这样比较不用去买，这样可以比较环保，然后也觉得这样很有艺术价值。因为平常的鼓要买很贵，来用这个做很环保。很多的这种废弃创作啊，它只是一个装饰品，但我们希望它除了装饰之外，它是可以玩的，它是可以跟着孩子们一起成长的。香山少年环保巡守队是在地民众自发成立，到今已经6冬外。目前新竹市除了闸塘河川粪扫来减少海洋污染，在海洋的部分就交予环保巡守队负责。今年找来30个家庭，做伙清除超过35吨的海洋废弃物，能够更重视我们对海洋废弃物的这个清理的一个重要性。希望透过大家的力量，把我们的海洋整理得更干净，清理得更干净。这群少年人透过清除海洋粪扫的过程，亲身感受海洋污染的严重，也感受海洋环境教育的重要性。巡守队会继续做伙守护海洋资源。记者狄君豪新竹报道。为着要带动消费、刺激消费，高雄市有推出相关的夜市券，第2批是送10万份，这2天会当开始换。因为顶一批排队排到路长，引起民怨，所以这届高雄市政府是提早分号码牌啊，而且嘛有特别专工替时代，也是带囡仔的民众设爱心柜台。后壁来的人麻烦去后壁，啊无我拢买分。为着抢买兑换夜市券，有人插队，现场人员出面维持秩序。高雄市推出用200块的5倍券，第3换400块的夜市券，第2批阁有10万份，又阁出现真侪民众排队，就觉得这还蛮划算的啊。对，下午可能还会再去排一次。其实现场排队对2到暗时就开始，伫光华夜市遮路边排买几百公尺长，连巷仔内嘛满拢是要兑换的民众，有人已经排买3、4点钟。是2点外就来排啊，所以讲第一嘞，为着200块排3点钟。这摆经发局提早验证，
分号码牌，对29暗时到12月初5，伫全市49个地点对换，而且即摆各为75岁以上的时代，各有带囡仔的民众设置爱心柜台，想袂到2000分一个就发了啊！排队的民众真辛苦，夜市甲商圈的头家是笑嗨嗨，拢期待会当刺激消费。有差不多增加1-2成，客人都拿夜市券来消费。因为刷落来就要过年啊，中价的店头拢无用咧进货，头家嘛希望即摆夜市券会当搁增加商机。记者陈嘉文、赖伟做高雄报道。来台湾讨海的外籍渔工，常常互人看无目地，这嘛影响咱台湾的国际名声。国家人权委员会有提出外籍渔工人权专案报告，针对咱台湾对外籍渔工的人权有提出改善的建议。一群人客伫垃圾的环境，这是外籍渔工做工课的日常。国家人权委员会3月提出外籍渔工人权专案报告，指出外籍渔工常拄着几项问题，包括工时收长、薪资提无够价、尊重的生活品质歹、水甲食物无够、无法度定期扣岗，还有境内外适用的法律无共，造成差别待遇等等。行政院在他的这个渔业人权行动方案里面，已经允诺国际劳工组织 ILO C188渔业工作公约要国内化。我们认为，在聘雇这个渔工没有办法适用劳动基准法之前呢，还是应该要比照劳基法的这些条件，不能让这个渔工的劳动条件完全交由市场来决定。C188还没有国内化之前，希望能够研议修改现行的规定，拉近劳基法跟 C188公约规范的落差。台湾头一个外籍渔工组织的宜兰县渔工职业工会肯定委员会调查结果，不过这份报告较无强制力，因对港法度实行是有疑虑。工会建议，即马上大的问题是中人权利伤过大，应该就先加强工会的力量。要赋权给他们嘛。他们变成是主导者的时候，就没有那个剥削者有位置。远洋渔船上的劳工，他们都应该可以组织工会、加入工会。政府部门的态度不能在那边模棱两可了，不能把所有的资源通通投给这些渔业团体。行政院政务委员罗秉成表示，下暗就找相关部会来讨论，建议安怎把即摆专案报告相关建议列入渔业人权行动计划草案。记者郭永水台北报道。臭味的问题是真好处理。嘉义县政府即马是伫嘉义县的新食安大楼内底有成立片草实验室，嘛有训练专门的片草师，要来提升臭味订正案的解决效率。片草师甲检体放伫片仔头前来片，嘉义县环保局新启用的实验大楼内底设置专门检查气味的人员甲设备。未来提升臭味订正案件的处理。那我们环保局也培育了我们自己的闻臭师那合格闻臭师未来能够在自己来做这所谓的闻臭试验。嘉义县达当臭味订正的案件有1500件，过去委托外口的检测单位，所以拢需要等待的时间。经过一天的训练甲评估，嘉义县即马已经培训出36位片草人员。一次我们样本就是好几个，所以你变成就是要我们自己。平常那个嗅觉就要维持好。在做嗅觉判定员合格判定的时候，我们会选大概10个人左右过来做我们的基础嗅味的测定，然后选出当天合格的6个人来做我们的基础嗅觉判定员。嘉义县1500件的臭味订正案，其中畜牧参与油烟甲堆肥的案件都占15%。环保局表示，新设立的片味实验室会当减少以前等1-2礼拜检查时间。提升案件的处理效率。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体大车饼来看，目前伫法国巴黎圣日耳曼队踢球的阿根廷骹球名气梅西，第7届摕到金球奖，拍破家己的纪录。Lionel Messi。梅西阁摕到金球奖，太太甲3后生拢伫现场为伊拍鼓啊！梅西今年7月率领阿根廷伫美洲杯摕到冠军，结束阿根廷伫国际比赛失去28年冠军，互伊拍败波兰前锋莱万多夫斯基，法国骹球名星本泽马等对手摕下生涯第7座金球奖。Sí, como dije antes, este es especial en ese sentido, ¿no? Que la anterior vez o alguna de las anteriores veces siempre me quedaba la sensación de
de que faltaba algo, de que no había cumplido los objetivos que. 梅西改写家己保持的纪录，也将这个奖献给阿根廷国家队的队友。梅西今年8岁离开巴萨，转去加盟巴黎圣杰曼的时阵，目进hand全球。这个奖项对来讲也真有重要意义。Como a mí me hizo gustado con la selección, había estado muy cerquita y no lo había podido conseguir hasta este junio pasado, así que fue un año muy especial para mí en ese sentido, y este premio me da muchísima fuerza para. 34岁梅西感谢表示，伊唔知影家己一个人踢偌久的球，不过真享受今年的时光。国际球迷也期待伊在巴黎搁创下好成绩。公司新闻将回应评价。世界真心实来看，亚旦老人嘛爱多元化。挪威的邮局最近有推出新的广告，这内底亚旦老人伫平安夜送礼物的时，刷咧谈恋爱。再详细来看，做伙来看卖。 这声音为一个浪漫爱情有一个开始。挪威邮政11月底推出新广告，描写亚旦老人对入爱河的故事。这个新广告改变一般人的印象，因为亚旦老人谈恋爱对象是一个叫做哈利的查甫人。广告叫做《当哈利拄到亚旦老人》，有向经典浪漫喜剧《当哈利拄到莎莉》致敬意思。两人一年伫个亚旦遐一见钟情，了后逐年拢会相会。啊，不过因为亚旦老人拢爱无闲送礼，相聚时間拢真短。Jag kommer till att savna dig. Det är många som väntar på pojken. En dag i år. Ett år till. 这场考联连续几年，今年亚旦老人准備一個大驚喜。Hej da! Ja, det var kommet noen pakker til deg. God jul! Jag fick tag i lite assistans i år. Så jag kan vara sammen med dig. 这场恋情最后以两人咱做伙受精受尾。挪威邮政也伫广告最后写2022年是挪威同性关系独罪化50周年，所有人拢能爱你所爱。因伫声明中表示，希望每一个人拢能被看到、被听到、被接纳，也致力打造多元化工作环境。作品推出了后，得到广大回响，也互今年广告一直出奇招的挪威邮政，搁一摆成功受到注目。公司新闻7万人评价。说来，这是一个真感动人的礼物。这是英国有一个9岁的细汉囡仔，为伊得到自闭症的小弟设计一款 APP， 互伊的小弟用手指头啊、吸手机顶头的图，就当讲出小弟的心内话。I want to go to the toilet. Toilet. 6岁也当饲手机顶悬的马桶都市，一款 app 马上讲出伊的心声，坐伫边的阿兄尚恩听到也真欢喜，因为这个 app 就是伊为得到自闭症、为语障碍小弟所设计。I knew if I didn't develop this app, then I don't know anyone who would think of it. 9岁尚恩表示，学校功课原本只是要设计游戏程式，后来伊想讲，为什么无要教因加做适合小弟使用 app 呢？伊就利用简单明了都市，配合句型表达，互小弟用轻松甲别人沟通。爸爸也感觉这款 app 的辅助，小弟的学习有明显进步。Him asking for food, him telling you he was hurt, him wanting to go to the toilet, all of those things was guesswork. Basically, it just opened up more choice for Adam. After we created it, he's now asking for more things and he's developing faster. 统计显示，有4成自闭症囡仔有讲话障碍。尚恩的爱心不止协助小弟克服语言表达问题，也希望让其他有同款问题囡仔也受惠。公司新闻将回应评价。南韩东北部江原道的海沙堡是出演度假的天堂，不过开发甲伤吃力，加上暖化地处海平面野悬，美丽海沙堡小体倒球，对40公尺球水甲只剩3公尺，当地观光业生意嘛有受影响。对天顶看，江陵市沙川镇海水也是真清，不过海花离海边的面体愈来愈化。本来真侪游客伫咧耍水的海沙堡，即马规个拢无去。伫咧当地开民宿的水线员讲，今年8月有一场风台影真大，将海沙堡大部分的沙拢卷入去海底，伊看了嘛惊一个。
여기 도로까지 뭐 이렇게 물이 치고 들어온 적은 없어요. 여기는 태풍이 지나가는 동해는 빠져나가는 태풍이니까 그렇게까지 놓고 이 정도가 지금 최고. 제가 12년째 보고 있지만 아주 가장 가깝게 지금 파도가 오는 그런. 沙川町伫咧2019年海沙坡离海一个40几公尺，即马有的所在被侵蚀乌坑了，只敢剩3公尺，关键也差真多，真多生理人做袂落去啊，只好搬走。沙川町也和海洋渔业部列入43个严重海岸侵蚀的海沙坡之一。这个名单2018年只敢12个所在。官员讲，除了提供沙，也会制定长期的恢复计划。 동해안은 백사장이 없으면은 그 가치가 없는 거죠. 이 상태로 계속해서 복원이 안 되면은 내년 여름은 뭐 상당히 타격을 보죠. 因为经济快速发展，南韩一寡较受欢迎的海沙坡的景点，伫以早开发的时阵，甲真侪山乌草、保花甲路离海相倚，和海沙坡自我保护的力量变少，较容易和海水侵蚀。 另外，其水坝水库和溪流带入去海底山变少，而且最近这几年因为极端天气，暴风雨愈来愈多，海平面阁上升，侵蚀的速度阁较紧。 이게 철근 역할을 하면서 이게 모래를 움켜잡고 있는 건데 이러한 것에 지금 이러한 구조물이 다 들어선 거야. 이러한 구조물이 들어서다 보니까 이게. 沙川町向南边三治市的孟方海沙坡，也是江原道较有名的海边的观光景点。不过海沙坡已经求到2005年以来上细危险等级，怎么人靠墩沙包伫咧保护？当地民众认为，伫咧附近新起的为火力发电厂提供煤的铺阵码头，也会加速海岸线的侵蚀。因为不乏可能伫咧风暴来的时阵，海水涨起来，甲海洋的力量转移到附近较无保护的海岸，对饲蚵仔甲观光业者拢造成更较大的破坏，所以反对这项建设。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辑。 天气报道在今日咱受冷气团的影响，规工拢较寒，北台湾高温无到16度。那明仔载冷气团就会减弱，日时温度会回升。不过明仔载透早低温是甲今日差不多的，所以乡亲起床爱脱衫爱穿好烧。再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4度，上悬17度。 中部的温度上低14度，上悬20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5度，上悬24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3度，上悬20度。外岛的温度是12度至19度。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